Hello，我係 Clover， 珠寶顧問。想買珍珠卻分唔清淡水 Akoya 大溪地同南洋珠，今日1分鐘話你知邊款最適合你。首先係淡水珍珠，產量最多，價錢最親民，形狀偏橢圓或者不規則，色調柔和，白粉紫都有，適合日常返工，簡約穿搭，性價比最高。之後係 Akoya， 日本海水珠代表，圓度高，光澤銳利帶清透感，俗稱小燈泡，精緻高級，最適合約會、返工、輕車造型。大溪地黑珍珠，法屬波利尼西亞海水珠，色調獨特，深灰、孔雀綠、幻彩藍雲，個性強，低調奢華，適合追求氣場同品味嘅你。最後南洋珍珠，澳洲、東南亞海水珠，體積最大，珠光溫潤高貴，有白珠同金珠，屬頂級奢華款，隆重場合收藏送禮都一流。簡單總結，日常選淡水，精緻選 Akoya， 個性選大溪地，高奢選南洋，邊款最心水？留言話我知。